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。大湖地溪水中悬，消防拼命救两个受困的男性。昨下晡，新北市落雷公湖溪水中大水，有两个在地人不爱听人的嘴，结果是掉伫个乌来汤后溪溪中。消防局马上动员抢救，这个溪水实在是伤过错漏了，救援困难，惊险万分。我们现在赶快救援，要通过。 伫大溪中有两个查甫人揽做伙，有几啊摆险险啊，和这溪水冲走去，连警消人员要解救，拢真困难。就是可能没办法上面那边很湍急啊，可能要打了。往上有从上面丢下去。可是你看啊，你看没办法，上面太急了。 就算溪水搁较错漏，为了救人，消防人员同款穿救生衣、撩水要救人。东部伫下游的所在设哪闸网，日头落山了，总算顺利救人上岸。石头非常多，在河水暴涨的时候，它流速非常快。一般民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水流，一般是站不住的。过到了山区落大雨。 溪水变甲真错漏，这两个查甫人是在地人，休困的时去耍水，伤过大意。河流本来是很清澈的，你发现是浑浊的，还有带一些树叶有飘下来，这个时候就要有警觉性。消防局提醒讲，除了选安全的所在，嘛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环境若变化，都要提高警觉。像类似代志一直发生，毋若浪费社会资源，嘛有警消人员一摆过一摆用性命伫救命。